虫子也太多了吧！今天正好是时庆祝风云剑。抱歉啊，这辟邪神雷的秘密还不能让别人知道。你又杀了我那么多噬金虫，所以还真是留你不了。 阁下说的可是极阴岛的元婴修士，极阴祖师。这个孽徒竟敢自称什么祖师，真是大言不惭！我呸！此人竟是极阴老怪的师傅，果然是元婴修士。原来是身外化身，真好！ 啊！
要夺舍，有了肉身之后就更加棘手了，绝不能让他得逞。你剩红薯吗？我剩最后一个了。张铁，张铁，你醒醒！你醒醒啊，张铁！这二鬼欺人太甚，有意思啊，真是太有意思了。你小子还挺大方，那本座就笑纳了。有动物，不能上他的当。这身体，这煞丹分身之术，原本就是我传给那两个逆徒的。这身体上的些许禁制，又怎能困得了本座呢？阁下手段果然高强，不过是一具分身而已，让你阁下便是。但是阁下嘴里说的极阴极炫，在下并不认识，更无意待人受过。这分身之法，是在下从一册书简内得到的。书简？哦，书简呐！你以为不承认是那两个逆徒的门下，本座就会放你一条生路？待本座擒下你之后，有的是办法让你说出来。这整座岛都已被本座炼化，你又能逃到哪儿去？这血剑有妙！此人的血光与绝魂锁链不同，还有一些阴邪之气，正好被这辟邪神雷克制。看来此战若能抓住机会，也非全无取胜之情。所以，这才是阁下的真面目。
此法名为玄魂炼妖大法。所谓煞丹分身，不过是其中的皮毛吧。会的还真不少啊！呵呵，看来你还真不一定是极阴和极炫的地方。若是这样的话，咱们倒可不是不可以好好谈谈。此人狡诈，莫不是又在算计什么？先接着一剑再说吧。来，寻常法宝就不要拿出来献丑了。你是才用的神雷呢？是万年天雷珠炼制的。好险！若是当时被他偷袭，恐怕今日要死无葬身之地了。难得有客人来此做客，本座自然要好好玩玩，再让你们死了。小子，你的剑练成的时间不久吧？这乱星海
哪来的这么多万年天雷烛啊？阁下定是后悔了。若是此前就出手，在下恐怕已经着了道。只可惜，现在没有这机会了。现在可不是心疼法宝的时候。哼，怪不得一路以来都没遇到什么像样的威胁，看来棘手的都在这儿。此地果然不只有阴灵，还有这种东西。伪无，群居魔兽，总是在阴灵最盛之地出现。阴灵以灵力为食，剩下的就归这些食腐者。真是恶心。这些东西，你们二人能对付吧？凭什么听你的？怎么想跟我换？行，要不方才那2个开了灵智的高阶阴灵，交给你。2只开了灵智的高阶阴灵，还有夜叉和伪物，阵仗还真不小。看来与这法宝脱不了干系。阴灵煞气蕴养法宝，法宝自身有滋生灵气反哺阴灵，这样循环往复数百年，也难怪。看来得用些手段了。请二位为我争取些时间，我去对付那2个高阶。
多的弱点，这下损失大。这东西复活之后更加难缠了，怕是跟7级妖兽相比，也不遑多让。也不知道那边战局怎么样了。那俩人可别被阴灵给吞了，再不能拿起力量。速战速决，先解决掉这边。还有完没完了？这父子之术还能不止不休吗？这么硬，这那主子还是个防御法宝，这是神色，这阴灵也是丝毫不顾本源消耗。难道是长这三者的关系为师利器？又增强了，已经3个了，应该不会再涨了吧？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得找个机会。
作死！不想在人间使用辟邪神雷的，现在看来也顾不得了。这都数个时辰了，这灵身本体还真有耐心，可化万物吗？这野兔怎么鬼头鬼脑的，还跟那蛇来笑，志在必得的样子。这身上的精灵之气，真不愧是天地造化生出的奇物。哼，就是你了，兔子！快进去，进去！这是什么遁术？这么多，哪个才是本体？这何止是狡兔3窟，8窟9窟都有了。不过，哼哼，分身嘛，我也会。
修去灵身，捉到了。小东西还挺活泼的。话说，你到底是人参还是兔子啊？虽有点波折，总还算顺利。看来玄谷那边也成功找到了灵参本体，如此一来，这小家伙才算老实了。不过，接下来的应对才是大事。哟，狡猾的小子，你这般如临大敌，是什么意思呀？没什么意思啊，只不过在下修为低浅，怕前辈突然翻脸而已。唉，你未免太多心了吧？哎，此一时彼一时。既然前辈现在另有帮手，在下可就不敢笃定了。什么帮手？小子，蠢材，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在下没有兴趣回答陌生人的问题，只是斗胆想问一下玄武前辈，真的想和我斗得两败俱伤，却便宜了极阴吗？两败俱伤，你未免也太高看你自己了吧？这就叫作茧自缚。谢前辈的阵旗，晚辈就笑纳了。就看出了阵旗动了手脚。不过，那个金丝球你用的还不错吧？不好！狡猾的小子，阴魂丝的滋味怎么样？你现在还能动用你体内的丝毫法力吗？可恶！数番检查此物，都未发现任何异样，没想到还是找了他的道。你的身体本大爷要病了，快点交出来吧！阵法尚在，此人是怎么进来的？噬金虫！幸亏当初布置了噬金虫在此。你这些是什么怪种子？竟然连我的无形法体都能吞噬！你这小子太邪门了！怪不得老鬼突突在动手，要是留着再整断几年，运用一下，谁还能拿捏得了你？这个不老弟，谁能出来？交出来吧！
累了吗？你竟然拿我试刀！道友，你放我出去。他的功法与我同源，我知道他的弱点，我可以帮你对付他。我拒绝。谁叫我平生最恨毒蛇之人？前辈，闹够了没有？将九曲灵身交予我，在下可以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否则玉石俱焚。好，他夺舍不成，那是他本事不精。老夫只跟强者合作。小子，你过关了。此人当真是厚颜无耻。不是沙子，而是一些含有玄铁的矿砂，正是飞翼最喜欢的环境。能将玄铁矿砂铺成这般广大的沙漠状地形，这虚天殿主人还真是了不得的大手笔。只是在这其中，还不知暗藏着多少非裔群。这些蚂蚁还真会藏，还懂得用玄铁矿蕴含的灵气掩盖自身灵气。以我的身世都很难发现，也难怪适才那人着了道。只是可惜了此物难以被驯化，不然捉一些回去繁殖，就算不打架，练气的时候应该也挺好用的。等等，虫子打架，是金虫。辛辛苦苦养你们，就是为了这种事。去，给这些蚂蚁开开眼。这蚂蚁群体组合唤醒的能力，看来还在噬金虫之上。去！
召唤而来了。果然还是噬金虫更厉害一些。这下你们不愁吃了。小家伙们这回算是吃饱了吧？看来这铁火蚁还挺对你们胃口。果然，天蓝冰焰、玄魂阴火、辟邪神雷，果然可以融为一体。这样就可以修炼出传说中的修罗圣火了。成了，我成了！虽然还想跟你解释一下，但有点担心夜长梦多，所以你还是做一个糊涂鬼吧。还是说，你想要用这个鼎换一条生路啊？谁跟你废话？进！五行环，宝光阁里找到的，运气还不错。不过这五行环只针对普通修士，偏偏就对鬼道修士绝缘。为何会用天蓝冰焰？莫非是还没融合好？
今那股法宝，老夫是要定了。交出来，饶你一死。要，就刺起来拿。老夫倒要看看这神雷发动几次。秦岚冰焰，看你能挨几下。好，算你狠。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，何为世间最强的修罗圣火。韩立，若早知道你有这么多辟邪神雷，就不和你翻脸了。你能将老夫逼至如此境地，在乱星海所有结丹修士之中，也数得上号了。可惜了，你今天必须死在这里。老夫筹划了这么久，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修罗圣火，绝不能让旁人知晓其中奥妙。
再来！以玄魂阴火为标，千蓝冰焰为里，辟邪神雷加以驱使，三种力量相互牵制，又融为一体，如修罗三手六臂，当真是精妙绝伦。不过，此番如此仓促便融合使用，想必这老鬼也是逼不得已，不可能不出纰漏，到时就是破局之计。难道裂开了？他果然没有完全融合这三种力量。对了，一定是这样，不然他为何每次只能调用其中一小部分？贪多难下咽，那就再让你多吃点。局势已破，且看你如何维持平衡。你不是想要我的辟邪神雷吗？给你！再给你加把火！小子，休要得意！看看你做的好事，你想让我们都死在这儿吗？谁管你？好啊，我也不管了，就自求多福吧！韩立，修罗圣火触之即死，我们先逃出此地，改日再战吧。这老鬼看来是真怕了，绝不能让他逃走，否则后患无穷。你疯了吗？还不快逃！当真要不死不休了？我们知道彼此太多底牌，就是不死不休啊！神雷已有先第一步了，小子，苦，你是不死不休吗？这才相信呀！韩立，出来接着打呀！这都能沾到，看来这运气还真是不在我这边儿。不过，这也是实力的一部分，是你赢了，韩立。痛快，痛快。哈哈哈哈哈！